新竹县考客机甲原住民机的认证拢有奖励金。今年开始考台机认证，只要通过级数，会当申请800块到12000块的奖励金，鼓励民众考认证讲台机。去参加教育部台湾台语认证考试的民众愈来愈多，大细汉拢有。但是新竹县的民众就较好运。新竹县政府宣布，对2026年开始，若是通过台语认证，就当申请奖金 ，A1 有800块 ，A2 1800块，到 C2 就当领到12000块。新竹县长表示，今年拢总编列590万的预算，提供客语认证、原住民语认证和台语认证奖励金，其中台语认证有100万的扩大。除了客家话和原住民族的语言能力认证的奖励金以外，我们再编列了100万元的经费，今年起推动全新的台湾台语能力的认证奖励金。这届新竹县政府算是全台湾第2个有提供奖金的县市，头一个是桃园。台语推动联盟对这项政策表示认同，不过因也认为，若是敢若新竹县和桃园市有奖金，阁无够，其他的县市政府嘛爱参考才对。对新竹县政府呢，安尼处理，咱非常的感谢。咱当然嘛，就希望讲台湾其他的县市政府嘛会当做这件代志当然，但是咱知影讲，可能经费顶悬可能会出一寡问题所以咱希望讲，呼吁讲中央若是有这个台语学政委员会可能就较无这个问题。台语推动联盟认为，要让台语正常化，靠县市政府的力量是有限。中央应该设立台语学政委员会，因为亲像客委会有奖金制度，只要考到客语认证，就会当提供1000块的客家币。无共的口考，阁会当分别领，官兵会也有，拢总分高级，考到中高级以上嘛会当领奖金，上悬阁会当领到3万块。民团认为，若是台语也有家己的委员会，离学证的目标就会阁较近，也会当实质鼓励民众参加台语认证考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